将上帝国的福音授予阮。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甚至牺牲活命来拯救阮脱离罪恶。主，阮感谢了你，这种的逆转胜，阮用俄罗甘心来接受、来等待耶稣基督的降生。恳求上帝，你保守你的奴仆，伫遮分享的信息，帮助阮来认捌阮伫信仰的中间，来倚靠主、倚靠上帝，来逆转胜。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真欢喜伫即个团福会的主日，来代表团福会来向大家来请安。来希望来唤起大家来关心退休的传教者以及在职的传教者因为做牧者的人受呼召讲起来拢伫教会中间来引带会友来向永活命来跑走，希望大家的人命信仰的生活会好势。早起来到教会时阵阮有看到一个好同工，捌伫咱淡水教会牧会的江永远牧师伊用咱甲我讲今仔日你来淡水教会传福音讲道是无？我讲是啦，我为着传福会主日来遮讲道啦伊讲好，愿上帝赐福你的平安。退休的传教者常常嘛有安尼机会斗阵啦希望大家会平安健康。我也真欢喜咱退休的陈佑生牧师也同款来教会帮衬。我伫传福会做志工常常伫拜一的时阵，拢爱甲在职的牧师还是退休的牧师敲电话请安。有几啊摆敲电话时阵，我讲你有平安无？有健康无？伊讲我开刀啦，即马身躯无好势啦。我紧紧就将即个消息报互传福会的员工，甲伊讲即个退休牧师开刀伊讲好，安尼阮随时会派人去关心啦。所以我相信信仰的团体，大家彼此伫咧中间来关心、来扶持。所以我有时会感受讲，来到淡水教会我足安尼会当讲是伫遮受到以前互尾读册会伫遮的恁会来关心我对淡水教会有真好的印象啦安尼伫咧中间会感受搁一摆来向大家来请安，恁大家身躯拢有平安无？心灵拢有平安健康无？有真感谢主有时听到即个消息希望透过今仔日咱读到圣经可能咱人生的中间会拄到侪无平安，无平安就是危机啦。有时咱身躯欠安，还是讲开刀，还是讲咱生理也好，还是工作无顺利，可能有侪的危机。但是咱来学习以事帖，安怎样来将迄个危机来逆转胜这个逆转胜是华语啦我知影讲这个逆转胜，伊是讲倒头赢啦，倒头赢。迄个台湾话讲倒头赢啦这个意思啦因为这个伫人生的中间，到是迄个拄着危机倒头赢迄是非常水的代志因为我读册会拢上伫个中间，有时会看迄个网球啦、tennis 有时看到桑普拉斯还是讲科瑞尔哇，伫迄第五盘的时阵伊大概是要输呢，但是呢，第五盘的时阵逆转胜得到什么？得到迄个4大公开赛的冠军，哇！心内看着讲哇，赞的，看着即种的比赛有够赞。像今年我看到迄个美国甲塞尔维亚
这个国家一个篮球比赛第一盘、第二、第三，哇，美国拢输呢。到第四个第四大时阵，哇，剩3分钟，美国输10分呢。我讲无效啊，这摆美国袂当蝉联冠军啦。我怕是讲，哇，上尾迄3分钟哇，逆转胜的，我是羡慕迄个科瑞，哇，逐摆都3分就是入去，4摆3分入去，迄个分数伊随时就赢。看到这个美国安尼进入决赛，有够赞的，看到这个有够赞的。咱的人生信用就是爱倒头赢啦。因为今仔日我选到圣经这个以斯帖第4章，其中就是我读神学院的时阵，旧约的老师甲我讲这个第4章第4章特别迄个14节14节所讲的伫这个时阵你若点点毋讲话，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帮赞，得到解救。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你会当做王后减，毋是为了今仔日的时机嘛？即句话就是啥物？讲因犹太人伫波斯即个国家，因为拄着迄个宰相哈曼，因会诡计啦，伊要灭亡犹太人，所以拄着迄个大危机的时阵即个因的算养父啦即个莫迪改甲伊讲你着爱好好用你的王后的身份来帮助来拯救阮犹太人免得灭亡啦。但是你知影读到圣经讲，伊做王后无毋对，但是伊毋是国王咧，伊也袂当甲哈曼对无？甲伊杀死拢无。讲我爱见王，连我的性命都可能无去啊！但是呢，伊只有一项，讲做王后，迄句话我真感动啦。伊讲你来招苏珊所有犹太人，为着我禁食3日3暝，无食无啉。我甲我强女嘛要安尼禁食。这个是一个倒头赢的关键所以我爱透过这个来分享。哈曼本来伊做宰相，哇，是要杀死犹太人，对无？包括这个以斯帖嘛，可能会灭亡呢。但是呢，伊的规矩，你好好地读了的时阵，哇，倒头赢到什么程度？你知无？你看后壁的结果，哈曼因为伊家己所做的歹代志，互国王知，过来伊为着要来求以斯帖来帮咱，来解救伊的困难。伊讲圣经的描写，伊甲伊性骚扰啦，互国王生气，将伊吊死，来解除伊的宰相的位。第二，伊有10个囝，迄个时阵面对嘛是吊死，伊的宰相的财产充公，但是了后讲，互末底改，做伊的财产来管理。过来，本来犹太人面对这个要灭亡的惊吓，忧愁，大家嘛是真惊吓。但是呢，上尾结果，因为这个要杀犹太人，这哈曼的部队啦，拢失败，互因犹太人得到活命，变做什么？忧愁变做欢喜、快乐，哇！这个上帝安尼甲因拯救，互因忧愁变做欢喜快乐。过来，
就是因欢喜伫迄中间来食饭庆祝啦，吼。所以咱有时会感受讲，圣诞节吼，圣诞节咱耶稣基督来到即个世间，教会常常咧讲好，咱欢欢喜喜来迎接耶稣基督降生，咱也嘛来迄个圣诞的主餐，即种欢喜快乐。什么原因伫遮来分享4点啦，吼，4点。第一点就是爱宁静，英文叫 calm，C-A-L-M， 爱宁静。以斯帖拄着伊会永被末底改，甲伊讲即项代志的时阵，伊有讲恁转去参详，要安怎样？无，伊讲你爱宁静，就是安怎？你3天3暝，大家伫迄中间拢禁食，禁食意思就祈祷啦，毋免大家拢为着食饭，食饭要煮青草都真无用咧，毋免安尼，大家伫厝来禁食，来祈祷，安安静静来等待咱的上帝，伊要安怎样来拯救咱？当然，伊知影伊的生活要安怎做，但是呢，百姓犹太人拢伫厝。拢非常的安静，伫禁食祈祷，互上帝手赐以斯帖即个王号，有迄个智慧，有气力来解救即个危机啦。所以犹太人真正是安尼3天3暝的祈祷，互以斯帖有迄个勇气。大家伫迄中间，外口犹太人无吵吵闹闹啦，伫迄中间。好好来祈祷上帝，帮赞以斯帖王号有迄个气力，毋免惊，毋免惊。所以咱有这体会，拄着危机，有时咱爱安静祈祷上帝，上帝你来伸手来拯救咱，咱大港节就是安尼，以色列人、犹太人真艰苦，受到罗马的压迫，因期待弥赛亚来临，对无？弥赛亚，伊祈祷上帝，伊嘛是像今仔日咱这青少年诗班来吟O come O come Emmanuel 即个，因为即首诗我实在是大港节我网络大概听5-6摆啦，真感动，咱拢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咱爱安怎？爱宁静，爱祈祷，爱禁食，互上帝来引带咱、带领咱。咱拄着危机，上帝会帮助咱。所以伫迄中间，因讲祈祷，禁食，这就是安安静静。咱拄着危机的时阵，毋是伫迄中间乱的，乱毋是安尼，是安安静静，第一项，第二项，咱就知影讲，以斯帖伊安怎样来听话，听上帝话，伊真顺服，顺服国王的法律，对无？伊也真顺服上帝的法律。国王的法律讲，你无得到国王的允准，你来见我，阮死的啦。但是呢？以斯帖知影讲，即个命令，伊要安怎为着我百姓会艰苦见王呢？边仔佫有哈曼伫迄中间在听，所以根本讲，我嘛是要来顺服上帝的话，也要顺服国王的话啦。真正是读着圣经哇，实在是真正以斯帖有够有智慧的啦。伊讲知影讲，我去见王一定死的啦，所以圣经你会看到足趣味的呢，互以斯帖经过3天3暝，哇，真有智慧呢！伊就穿到水水，穿王后迄个服装，真欢喜，真快乐。要做啥物？伊毋是要来去求国王呢？圣经甲伊讲，伊就带伊的宫女去王宫王宫伫遐佚佗啦。伫遐佚佗看一个啦，看一个。你知影国王伫迄中间办政事的时阵，看到王后来，
伊也毋是讲有啥物代志来救伊嘛，但是看到伊就真欢喜的讲，哎哟，王后来到王宫安尼，哇，真欢喜，来来来，你入来，佮甲伊讲，真欢喜你来啦吼，我将国家的一半互你，我拢甘愿啦。伊毋知影讲，即个以斯帖真有智慧，讲你来，欢迎你，毋免甲你使你死亡啦，你无啥物代志啦。以斯帖真有智慧吧？伊看到啥代志讲，我来你无问我啥物代志，了后国王讲，你到底有啥物代志无？你看以斯帖真有智慧个，我无啥物代志，我只有讲你办公所，你甲迄个哈曼来阮兜来食饭，轻轻松松我安尼准备好了，互你。国王真欢喜呢，对无？伊就带哈曼去食饭，安尼有顺服着啥物？国王的法律嘛，对无？我毋是为着啥物代志去记你嘛，但是上帝的法律，互伊有智慧，真有智慧去。咱常常看到旧约的圣经，要顺谈上帝话，要顺谈世俗的法律，即个是咱做基督徒的本分啦，虽然看到以色列因为安尼，伊有智慧有勇气，伊得到的结果，对无？伊去国王甲哈曼第一摆去因遮食饭，伊嘛有真智慧。你有啥物困求，我拢甲你解决。伊讲无。第二天你搁互我请，第二天搁互我请。即个国王甲哈曼偌欢喜的，第二摆搁王后咧请，所以顺服真要紧。咱嘛有读到即个以斯帖第一周的时阵，原来的王后瓦实体无要听国王的话，对无？伊的结果是啥物？人伫遐欢喜庆祝，就讲你来阮即个宴会中间安尼展示一个水你的温柔啦。但是迄个瓦实体无要听国王的话嘛，对无？结果互伊废除迄个王后的位，所以爱听，爱顺服，学背啦学背就是顺服，爱顺服上帝。咱的政府的法律嘛是常常顺服，对无？顺服，咱就会得到平安。这是第二。第三，咱看到啥物？伊会当去找帮助 help， 这 help 咱知影讲伫这4-5年的中间咱台湾讲台湾 help， 意思讲阮台湾会当来帮助，口罩也好，还是讲医疗用品有时伫迄个所在，以斯帖知影讲伊家己一个人的气力真有限，所以伊要来求帮助，上帝帮助。上帝的帮助真稳重，咱有时看到讲，上帝帮助，伊有时透过啥物？透过某人，上帝的帮助要透过某人。伫咱的以斯帖，伊就讲要透过末底改，要透过以斯帖，因来做天使来帮助，做天使来帮助。果然以斯帖伊家己找到迄个帮助，找到帮助，找到迄个时间。去见王，去见王，得到真好的结果。第二摆食饭的时阵，以斯帖就甲国王讲，我的家族，我的民族，就要拄着灾难灭亡。因有一个人，伊要将阮的家族、阮的民族灭亡。做一个国王的代志，伊讲。既然我的国家拄着遐尼大代志，我既然毋知到底阮的国家发生遐尼大的冲突灭亡，我做国王既然毋知，虽然看到圣经会带，国王知影即样代志的时阵，足受气讲我的国家遐尼强遐尼大，但是阮的民族大家拢安居乐业，那有可能有冲突、刣死的代志，这个代志
敢会发生伫阮的国家？所以，以斯帖就甲国王讲，什么人来做这项代志？就是你边仔迄个哈曼，所以结果国王生气哦，生气要将哈曼要杀死，生气去外口的时阵，哈曼甲以斯帖做啥物代志？伫求情啊！其实求情安尼，互国王转来看到，伊就伫咧中间性骚扰伊的太太王后，足生气，随时就将哈曼吊死嘛。这个架子对无？嘛是哈曼做的，伊家己做的，伊家己死伫迄个架子上，有够可怜的。所以以斯帖求帮助，咱伫信仰的中间常常嘛咧，拄着危机的时阵求上帝帮助。上帝毋是伫咧温存到某一个所在看袂到，上帝随时拢伫咱的四周围来帮助咱，来保护咱。所以咱有时会感受，耶稣基督降生伫即个世界，耶稣基督要来保护咱，免得灭亡、死亡，伊要拯救咱，帮助咱。所以咱知影讲，台湾 can help， 咱做一个基督徒，嘛是做一个 help， 常常祈祷上帝，看什么人需要咱帮助，我对阮的囝啦，迄个南海教会的张牧师啦，也是阮囝，常常有听到，淡水教会，兄弟姊妹，足有安尼贴心，安尼帮助即间教会伫中间来做宣教的路用啦，伊会真感谢。我相信咱淡水教会有缘持守即种的来关心弱小的教会，互伊来成长。help， 咱有迄个气力 can help， 我相信得到帮助的人一定内心真感动、真感谢，真感谢。第四个就是咱有时爱做公益也好，还是讲正义，公益就讲 public interest， 大概拢会当得到利益的，公益。这个咱爱去做，毋是讲爱好好来宣扬，毋免安尼。上帝会纪念，咱知影讲圣经伫遐记载，末底改伊做即项代志，做啥物？因为伊可能伫王宫边仔做守卫啊，伊听到有两个另外一个守卫啊，是要来杀杀国王，伊将即个消息报互即个以斯帖知，讲你爱将即个消息来报互国王知，对无？了国王知了后，将即项代志记伫历史边仔伫中间，但是呢，无好好来表扬末底改啦，伊讲末底改也无在意嘛，伊讲暗中伫中间，都有发生遐什么代志？伊所做代志虽然是暗中，但是呢，讲迄暗哈曼杀死了后，对无？吊死了后，毋是哦，吊死进前，国王有时爱困袂去，伊就讲你摕历史来互我听，有法通听到即个讲，末底改做好事哦，拯救伊的活命。伊讲爱按好好来表扬，以前无表扬，好好的表扬，要安怎表扬？叫宰相互伊穿迄个国王的服装，佮骑迄个铁马，马安尼伫遐宣扬伊的好所做啦，哈曼本来要杀死即个犹太人的，伫迄暗完全的改变，伊实在是无民主啦，所以圣经才有一句话啦，哈曼回去的时阵，因的太太讲：你本来要杀死的迄个末底改，对无？伊即嘛，互你安尼带到街仔路，
宣扬伊的好，你转来，伊讲你都毋知哦，伊就是犹太人，有因的上帝帮衬啦，你根本无法度赢伊啦，啊，圣经就无法度赢伊，所以伫暗中所做代志，上帝特别会纪念，吼，特别纪念，来帮助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得到主的引带甲祝福。我家己做牧师吼，有时嘛感受到到做有公益的代志吼，利益别人的代志，我会感受到真正是安啦，真正有上帝的祝福呢。上帝的祝福，做一个传教者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真诶真感谢上帝吼。我讲一个例就好啦吼，这个就是我伫大学的时阵，伫团契生活，吼，团契有时人团契有人会破病嘛，吼，其中有一个即个好朋友啦，什么团契伊就是开目睭啦，开目睭，到暑假时阵我就甲伊帮衬，吼，安尼带伊去开刀装来，大概有7天陪伊安尼，吼，陪伊真好啦。当然，好朋友斗阵也无啥物啦。出来社会时阵，伊开公司真成功啦，所以无久吼就伫桃园买着一个楼仔厝，真水啊，真好啦吼。但是呢，伊毋知影社会有侪黑暗的代志，为着一个伊的好朋友，伫签一个银行救济的保证，无拍算迄个公司无好好咧经营，互伊负债保证的负债7200万，我拄迄个时阵伫迄个法律事务所伫上班嘛，伊讲伊有收到法院的通知，要来假处分伊拄新买的厝，入去才半冬了，要来查封啦。伊讲要安怎样啊？要安怎样？我讲我著用我的经验啦，我讲我会当甲你准备一项代志，叫伊要来查封之前将你的财产拨互第三者，毋是你的名啦。伊讲要安怎做？你著过户互别人过户互别人。伊讲我著无找着有信用的人呢，要安怎样做？我讲好啦，咱著好朋友嘛，我互你救命啦，救命。所以伊的厝著过户互我呢。互我，才有3天了即个银行，甲迄个法院的迄个算书记官啦，就来引导啦。讲起来是阮的厝啦，我的厝啦，来查封啦。因为我伫法律事务所，我知影讲，你书记官你嘛爱查，你可能迄资料是1礼拜10天以前的，迄个资料是。伊也无毋对啦，但是呢，已经过户啊啦。我请迄个大师4天都甲我咱办好势，过户好势，已经是我的名，所以我就伫遐等什么？等迄迄个指导员、书记官要来查封我的厝，所以迄摆就失败了，就失败。所以伊的安怎？伊的房屋就保存起来，我是真感谢上帝，来帮助伊。伊也无为着这项代来感谢我，我嘛无在意啦不怕成讲，伊移民到美国去住，才有3天、3年3年前转来，伊就找着我电话来到底食饭啦，在阵食饭。我真欢喜请我去食迄个。铁板烧呢，真好。食了的时阵，伊就讲，伊就讲，郭医生，来，我有小小红包互你啦，小小红包。当然我转去的时候拍开时，哇，有够好诶！我2个月社礼差不多是安尼，遐尼多呢，真感谢上帝。所以有时伫暗中所做代志安尼忽然有一个加一个安尼即个利益，这是真感谢上帝。咱嘛看到啥物？末底改伊家己暗中所做代志，但是
有一天国王发现，甲伊尊严啊，甲伊保护。所以我有时感受到即读到即个圣经以斯帖，会当体会咱的人生有时拄着危机、艰苦，还是讲失败，咱爱恳求上帝来保护咱，来引带咱。迄个时机，上帝安怎有带领，拢毋知。像我咱有时会感受过，即个克瑞尔哪会当伫咧3分钟要结束前，哇，3分嘅迄个分数都入去，互迄美国逆转胜倒头赢。哇！看到即种有够欢喜。咱有时会感受，咱的信仰，咱的人生，有时咱的国家嘛会可能会拄着即款，但是咱要保持有迄个信心，伫遐所讲的，爱冷静，爱冷静，爱顺谈上帝话，顺谈国家的法律，佮爱常常找着适当对上帝来所指派的帮助，咱嘛共款爱做有公义的代志。我相信，伫以斯帖即圣经的中间，会当体会到这4项上帝伫稳状中间的帮助，互犹太人收掠到波斯迄个国家，会当得到完完全全的拯救，无灭亡。反倒因突破迄个危机，无互哈曼因的人杀杀，保全因的活命。所以圣经描写讲，因悲哀忧伤变做欢喜，大家欢欢喜喜伫遐食饭庆祝，上帝的帮助甲伊三个伫咧，欢喜变做快乐，过平安的日子。咱用祈祷的心，咱在等待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无？咱嘛共款，安静咱的心，陪伴咱的心，来等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咱。咱也用咱的信心来帮助，咱会周围的教会啦，帮助，互因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愿上帝帮助，伫这个主日的中间，甲兄弟姊妹三个分享以斯帖的话啦，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透过以斯帖，互阮来明白，上帝你伫阮的人生的危机、困难，还是讲有失败的现象的中间，你来帮助阮。但阮也常常爱学习，爱安怎样来祈祷敬ce来迎接耶稣基督，也是迎接让上帝你的拯救，互阮经验到阮的信仰人生，的确你要来帮助，互阮来得到平安。愿上帝，互阮淡水教会伫即个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大降节、圣诞节常常有上帝你的气力来扶持阮、帮助阮，互阮所做的代志拢得到平顺，得到主的祝福，互社区也得到利益。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